扎西德勒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藏日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巴利文与梵文国际比丘交流项目学员。驻北美办事处在多伦多成功举办慈悲年藏汉对话活动。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1月5号在印度南部孟哥德的哲蚌寺国盟学院接见了参加第4届巴利语和梵语国际比丘交流计划的6个东南亚国家的数十名僧人，并发表慈悲开示。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强调，장가 별이야 다네 여자들이 냠아매가 소를 치고지 냠소차 아주 치고르보다 빼야 오르다 도대체 집사나게 미주 그 심수 코리아로 지다 소시시 자자나로 그래서 당배처로 더 나중에 숙시부도 제가 자자나로 막 그 중심에 선배这个那些就是这里讲到哪里啊是可是妈妈就跑出去了别要我的俺那都到超考啥个呢这个上街给去这个吃什么嘛这个等到嘛这些他那些上路拿了嘛中心참으로 즉 생원 나라베 방거로 즉 에데 디디 그게 샤야 여데 즉 야오지 좋나 저사 자나리야 그 낭수로 떠나 숙셔부 쇼지 샤이고도 와所以呢 참으로 순수 계셔 아 에데确实了呢当然是个친구와 나는 장선 나는 상하就是这차상也的这个공고도라 냐면은 차상也的这차요나 대야다 별이야다 어느 전에 가서래 차스 야고 쉬어줘래 다 자나리야 되지 그래리야 살토나这他们有古道大学，这你呢？怎么的地方了？难怪去了，他那些人宿舍楼去了做这个的话，个人是南北去，这个陆中这边可多了，吃什么没有？这个谈到那个方呢，是。러버스 wenjamle ke thone shiki disop khade shiki ba de de garazo onda chane ke da chagle bu ta wo shiu shiu de ta de jada na ma do se ta de wo shu na 来自柬埔寨、辽国、缅甸、斯里兰卡、泰国和西藏6个国家的僧人，以及5名斯里兰卡在家侍者，参加了第4届巴利语与梵语国际比丘交流计划。代表团有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11座寺院的20位主持和管理人员陪同觐见。在过去的1周里，达赖喇嘛尊者还接见了逾1000名各国信众，并在接见活动上重申将长久注视。与此同时，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全国召集人仁钦堪卓克里美也协同家人在哲蚌寺国盟学院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仁钦堪卓表示，见到尊者身体健康，令他倍感欣喜，并鼓励藏人继续为西藏事业不懈努力。他坚信，西藏终有一天将获得自由。
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加拿大西藏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藏人青年领导力与能力建设培训会，于12月28号至30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此次培训会汇聚了来自多伦多、渥太华和卡尔加里的约40名藏人青年，并邀请多名社区领袖担任培训师与主讲嘉宾。培训内容包括倡议规划、互动式小组讨论与展示、禅修课程以及专题讲座，旨在培养年轻学员成为西藏自由运动的重要力量。在多伦多期间，驻北美办事处于12月28号下午，在多伦多藏人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在当地成功组织了慈悲年加拿大藏汉对话活动。此次交流活动汇聚了办事处举办的2025年藏人青年领导力与能力建设培训项目的青年学员，以及来自加拿大多地的华人民主活动家和华人青年，共同就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与非暴力理念，以及西藏的历史与当前社会政治状况为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尽管藏人在争取自由与保护文化的斗争中面临诸多挑战，但在达赖喇嘛尊者的睿智引领下，通过对话寻求理解与共识，始终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加拿大知名中国民运人士盛雪强调，在全球反对中国共产党压迫的运动中，藏人凭借对非暴力的坚定坚持与顽强韧性，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西藏的榜样在国际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熠熠生辉，成为鼓舞所有追求民主与自由之刃的明灯，也包括中国人民自身。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世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本周，印度境内的多个藏人定居点通过各种活动进行了庆祝。位于印度东北部锡金邦首府甘托克的藏人定居点9世华诞组委会与甘托克语言保护委员会于本周联合为当地藏人儿童成功举办了一场为期4天，以达赖喇嘛尊者的精神遗产为主题的工作坊。此外，喜马歇尔邦境内的库努马纳尼藏人定居点9世华诞组委会联合当地社区成员，在马纳尼以及布恩塔尔地区开展了冬季衣物发放活动，帮助当地贫困与有需要的家庭抵御严寒冬季，以此推广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慈悲与利他理念。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